石壁地区是地方有名的拍卡景点，为了进一步做行销，云林县政府嘛伫109年打造草岭石壁森林保育基地，以爬山去奋斗种做口号，要邀请乡亲来草岭佚佗。整个在负离子上面，正常的空气大概1000到1500个，好，我们在木马古道那边也测到了1万多个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空气的维他命。草岭地区除了5园2角，县政府这摆嘛推动石壁德创新计划，规划用6200万的经费，设计以竹做主题艺术装置，将周边的步道做整合，让草岭风景区变作云林县的招牌景点。的草岭跟石壁来这里一游，我相信在你的身体健康方面有很大帮助。县长张丽仙嘛要邀请乡亲过来云林佚佗，享受奋斗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